終於等到今日啦，房地產迎來關鍵嘅轉折點。相信最近有出嚟睇樓或者同中介傾過嘅朋友，估計呢多少都感覺到有啲苗頭。如果你依家仲係唔知道2026年即將出現嘅3個經營現象，咁你一定記住，先唔好買樓，特別係嗰啲100萬左右嘅剛需二手樓。今日講到嘅，你真係要聽入耳。遲2個月買，隨時幫你慳返幾萬蚊，唔係講笑。你點個讚，mark低呢條片，過2個月你再返嚟睇睇，肯定會多謝我嘅。接下嚟，唔理你係打算今年買定還是明年買，係剛需定係改善，以下3點一定心裏有數，唔係嘅話一定會蝕錢。企講曝光呢啲敏感真相之前，同你講清楚，呢個視頻搞唔好啊，會得罪全中山嘅房東同中介。但係呢，就算今日俾人鬧，俾人哋舉報，蕭生都會將呢啲大實話全部講出嚟。我拍住心口講啊，全中山真係冇邊個好似我咁直白咁全面啦。我就係想一直信任我嘅朋友，唔去踩坑，唔蝕錢，先發呢個視頻嘅。如果你刷到嘅話，俾蕭生呢邊點個讚，順手點個收藏，轉發俾身邊正在睇樓嘅朋友。首先，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山樓市最真實嘅情況。成個中山嘅新房、二手房加起身，庫存量啊已經衝破10萬套。一邊係中山二手房嘅庫存積壓如山，另一邊新房大半年一直都唔景氣。本來中山核心區嘅二手房積壓已經一大堆啦，但你都仲俾啲中介忽悠去啲配套弱嘅新區同埋郊區，講到價錢平糊里糊塗就上咗車，買咗嗰啲我一直都話打死唔好買嘅板塊同樓盤，你以為係執到寶，拋咗開發商嘅底，結果呢係幫人哋清咗庫存，做咗接盤俠。所以接下嚟買新樓一定要記住，先搞清楚自己買樓嘅需求。首先原則就係非必要唔好買，非剛需唔買，投資唔買，缺錢嘅更加唔買啦。仲有非核心地段唔買，價錢唔到位，堅決唔買。好似你真係想買層樓，又唔係核心地段，又唔係低成本上車嘅，咁肯定係企缸蝕錢噶啦。第二點，咁2026年到底可唔可以買樓呢？你唔好淨係話睇價錢降咗幾多政策有幾優惠，依家唔限購唔限售，積金額度咧提高咗30萬，利率都降到歷史最低，感覺係佔到大便宜嘅。蕭生同你講句實在話，呢啲講明咗樓市情況唔太樂觀，呢啲正反映市場唔對路啊！唔係嘅話唔會咁樣去刺激市場嘅。蕭生一直講嗰啲100萬剛需房未來升值可能性唔大，有啲呢仲有可能會跳水，好似你個首付仲要借，咁就先唔好急住買樓。租屋呢唔會話失禮人嘅，千祈唔好話為咗面子去後悔一世啊！好多人呢擔心依家價錢咁平，唔買樓可能會錯過咗。我建議你，如果你確實有呢個需求，手上預算充足，可以考慮上車，但一定要識得篩選，唔係嘅話好容易就買到下半年仲要蝕嘅樓。第3點，重中之重，26年樓市分化真係好嚴重，原本嗰啲靠炒概念炒規劃嘅樓，通通都打回原形。嗰啲冇交通、冇學區、冇醫療、冇商業4無樓盤，已經係喪失流通性嘅啦。主要係集中我一直吐槽嘅嗰啲遠郊板塊。具體嘅我呢個視頻我就唔講啦。識得嘅朋友歡迎喺評論區大家討論。補充，3-4年前200萬嘅一層樓仲要搶，依家好多百零萬、100萬一間都冇人要，甚至有好多黑心中介喺網上話30-40萬就可以買到中山大裝修嘅新房。下次仲有人勸你買呢啲樓嘅，你直接可以拉黑佢啦。佢哋咁樣做無非3種套路：第一，房源係假嘅，就係為咗要你哋嘅電話號碼，然後叫同事日日打爆你；第二，就係樓盤嘅位置偏到冇人要。你諗下，中山有咁好，價錢有咁平嘅，早就俾啲本地人買晒啦，係唔係？第三，呢間屋本身就係有問題嘅，你啲錢一俾就等於打水漂，再有人推俾你，你反問翻佢啦，你自己點解唔買？我嘅老朋友、新朋友應承蕭生，一定要守住底線，一旦買錯位置，可能就會成為接盤俠啦。
所以今年到明年買樓嘅重中之重就係預算同能力範圍之內，記住3個關鍵詞：核心、品質、執漏。揀地段、配套、品牌、品質都唔錯嘅樓，關鍵價錢啊必須到位。地段優先考慮返東區、紫馬嶺同博愛板塊、旗江新城嘅石岐總部經濟區、西區嘅彩虹片區等等成熟地段。第二，選擇返大品牌開發商努力5年之內物業口碑好嘅小區。第三，急住賣嘅房源開發商特價房源，談判空間可能會多返10%。如果你預算有限，寧願買核心區嘅小兩房，都唔好話去買郊區嘅大4房。最近如果有考慮喺中山買樓嘅朋友，可以將你嘅情況話俾我知，我會根據你嘅情況，將合適你嘅樓盤通通列出嚟，仲有優點、缺點、價錢、行情都搞清楚。你再去針對性咁睇樓呢，對你買樓嘅抉擇同市場嘅情況肯定會有幫助，俾你自己去諗，慳翻唔少時間。最後，大家想買樓避下彎路嘅，又真心想買間好屋嘅呢，蕭生呢度用咗2個月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買樓白皮書，入邊包含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紅色字體標註出嚟嘅，都係有重大不利因素，響晒 ICU 入邊啊！美國我冇提醒你哋吓。另外仲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每個板塊4分優劣勢分析，入邊包含咗板塊嘅4分能級排布，大家可以搜索上方嘅2維碼預約領取。仲有邊啲區域同樓盤攞唔定主意都可以後台聯絡蕭生，1對1回覆。中山買樓，蕭生幫你手。